兆邦物業管理提提你，今晚臨瞓前請將時鐘撥慢1小時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總決賽12月1號晚喺萬錦市希爾頓酒店及會議中心隆重舉行，8位候選佳麗積極備戰，力爭成為夢想舞台嘅最佳女主角。現場觀眾更可以參與投票，揀選你心目中嘅最上鏡小姐。你嘅一票可能就係選出本屆得獎佳麗。購票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 www.torontochinesepageant.com 或致電416-274-1188。2025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最上鏡小姐誰屬競猜遊戲，最上鏡小姐獎兼至尊贊助士嘉堡 Kings Cross Hyundai， 亮麗秀髮獎兼鑽石贊助美元發彩研發系列，鑽石贊助積寶山預置計劃，大會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，慶功晚宴兼鑽石贊助豪門宴。每週專題報導多段香港以至國際嘅矚目新聞，聚焦港人最關心嘅民生話題，並邀請各界人士、學者、專家一齊深入探討個中嘅來龍去脈。全港有幾十萬間寮屋，多數喺上世紀霸地興建，但本台發現市面上有人公開租售寮屋，部分更以重建同豪裝作為賣點。當局嘅監管力度係咪足夠呢？新聞透視，星期一晚上9點5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太太，你有病？爸爸將啲血一去廁所又一聲出翻嚟。我已經死過㗎，做手術嗰陣時個心停咗20分鐘，48個鐘頭昏迷咯。佢話成嗌佢起身嘅，因為男聲好 firm 嘅，佢話你要為我作見證。朱世聰喺加拿大愛民頓嘅故事，請留意嚟緊呢一輯《恩語之聲》。